苗栗有一个太太驶婴仔车要带3岁查甫孙过车路，煞去互一台倒弯的车撞到，加在是无性命危险。警方嘛依照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，要甲驶车的查甫人罚7000到3万元，佮要吊扣驾照1年。监视器翕到这姓陈的查甫人驶囡仔车，内底坐是3岁查某孙，花条线路已经行一半，扣小车伫倒弯的轿车直接甲弄到，姓陈的查甫人甲囡仔车拢倒伫涂骹，开车的司机也赶紧来看卖。女性左手肘以及左膝盖有轻微的擦伤啊，那女童的话嘴部有流血的情形。警消接报了后，赶紧将2个人送病院。姓陈的查甫人甲3岁查甫孙身躯真侪刺伤，加在性命异常稳定。代志是发生伫7月时8点半左右，当时这姓谢的人开车伫文化街甲八德里路口准备要倒弯时，无注意到姓陈的查甫人将杀囡仔车要过大路，安尼直接甲弄到。谢姓驾驶酒测值为0，为针对其行经行人穿越道未礼让行人，并肇事致人受伤等行为自担告发。即便是绿灯，我也是会注意周遭，因为你不知道人家会不会闯红灯。警方也依照违反道交管理处罚条例来开单，应处上悬36000块以下罚款，并且吊扣这姓谢查甫人驾照1年。根据道安总动员的资料，全国去年1月到10月过路人交通死亡人数是296人，甲去年同期来比较是减少8人。以苗栗县来讲，比去年8人减少2个人。因为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讲，开车的人转弯的习惯也是爱改善。其实通过路口的时候，车辆要走哪一个车道，要通过哪一条轨迹进入哪一个车道，这个其实都是规划好的事情。林志学讲，转大部分路口改善了后，拢有画这个引导线，开车人应该避免用7时过方式来倒弯。经过这花条线时，更加应该爱真细腻，才法度来确保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